太陽系其實係外星人設計出嚟嘅證據正式曝光。究竟我哋身處嘅星系有啲乜嘢咁特別呢？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 Professor Papa。科學家發現宇宙入邊一種最常見嘅行星類型係叫做超級地球，佢顧名思義就係比地球大好多嘅行星。之後奇怪嘅事出現啦，太陽系入邊竟然一粒超級地球都冇。除咗呢樣，太陽系啲行星大細分佈都好奇怪，大嘅特別大，細嘅特別細。呢種情況同其他星系好唔同，佢哋就開始諗點解太陽系咁奇怪呢？以致有唔少陰謀論者認為呢個係太陽系被外星人設計出嚟嘅證據。不過經過多年嘅研究，一個叫做尼斯模型嘅理論可以解釋到太陽系嘅獨特性。呢個理論指出，太陽系曾經遭到一個星球破壞，罪魁禍首就係木星啦。木星嘅質量係地球嘅318倍，其他7兄弟加埋都唔夠佢嘅一半。木星咁大嚿，引力自然好強。根據尼斯模型，喺太陽系形成初期，木星就開始喺太陽系入邊周圍亂飛，搞到太陽系雞犬不寧。科學家認為火星原本應該係一個大過地球嘅超級地球，但係木星嘅引力令當時用嚟形成火星嘅岩石飛走，搞到火星唔夠材料，最後細過地球。如果火星係超級地球，佢嘅磁場就可以保護自己嘅生態，咁樣火星到而家仍然可能有生命存在。而木星本身，佢本來應該飛到好近太陽，變成一粒熱辣辣嘅熱木星。但係呢個關鍵時刻，土星走咗出嚟，結果木星同土星就形成咗一個好穩定嘅軌道共振，好似手拖手咁樣牽制住對方。之後佢兩兄弟竟然開始將太陽系外圍嘅氣體拉翻入嚟，又一齊向內漂移，撞到啱啱形成嘅天王星同海王星。就係因為咁，天王星同海王星俾木星同土星推咗去太陽系嘅最外圍，搞到佢哋嘅軌道都變晒形，變到而家咁樣橢圓同傾斜。根據科學家嘅統計，只有10%嘅星系先有木星咁樣嘅氣態巨行星。而呢啲巨行星90% 嘅軌道都好奇怪，唔係太近行星，就係太橢圓。只有好少巨行星好似木星咁軌道適中。換句話講，100個外太空星系都冇一粒好似木星咁好嘅大哥大，所以好難形成太陽系咁獨特嘅行星系統。再加上其他因素，太陽系就變成宇宙入邊獨一無二嘅存在。泡泡認為，若然外星人真係設計咗太陽系，佢哋應該會設計到更加完美，而唔係一個充滿奇怪現象嘅星系。佢哋可能會讓木星變到更細，或者令佢嘅軌道更規律，咁樣太陽系就會變到更加穩定同和諧，生命會早10億年出現。我認為宇宙嘅奧妙，正正就係看似隨機嘅事件，都可以湊合出一個井然有序嘅結構。我哋身處嘅太陽系，或者就正正係呢一種宇宙中嘅隨機秩序之下僅有嘅孤例。與其諉過於外星人嘅設計，倒不如欣賞自然嘅神奇。呢種看似偶然，但又精妙絕倫嘅安排，令探索宇宙永遠充滿驚喜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